每一天，牧师甲你做伙祈祷。今仔日是10月初5，诗篇71篇6节安尼讲：我对待你，互你扶持，互我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。我要常常学乐你。三甲来祈祷，对阮伫母胎就扶持阮的天父，愿感谢你，主啊！你是阿里法甲欧米伽，是起头的甲落尾的，主啊！你是将活命的水泉白白赏赐阮的真活上帝，主啊！万项有拢仰望你，你照时互因食物，主啊！你天开手，互所有的活物拢照所爱得到饱足，主啊！今仔求你的，你要甲因亲近，今仔敬畏你的，你要正因的心所爱的，主啊！阮每一个动作，阮每一个吐开，你拢知，就是对阮出世到今日的一切，你拢深知，主啊！因为阮伫母胎，你就扶持阮，互阮出老母的腹肚的是你。阮要常常学乐你，祈祷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们。耶稣听你，赐你平安。